東亞搬屋掃描條形碼，送貨漏件唔使怕。首先下載東亞搬屋嘅手機應用程式，註冊帳號同密碼，只需要電郵同自設密碼，唔使收驗證碼。進入版面後會見到掃描條形碼，喺閱歷嗰度可以選擇你搬屋嘅日期，跟住可以揀返你當日嘅訂單編號，然後請按開始搬運掃碼。條形碼係一版貨貼一張，scan 完碼之後，我哋可以選擇返件數，一版貨有幾多件，我哋就入返幾多件。例如3件貨就入返3件，4件貨就入返4件，10件貨就入返10件，如此類推。確認掃齊晒之後，就可以交俾東亞搬屋嘅同事可以幫你送貨啦。送貨後抵達新居之後，我哋可以開返東亞搬屋嘅應用程式，然後撳返自己嘅帳單，選擇新地址掃描，再掃多次每一版嘅曲去確認返件數係正確嘅。然後確認完之後，我哋可以簽收，咁就完成搬屋啦。